这个女人，就是你爸在外面和那个女人生的私生女，就是他们母女，害我们家庭破碎，害你小时候做噩梦没人理，害你有心事没人说，害你失去了母爱。怕了。 我去哪儿啊？送你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不要刚被我哥骂完，又被我奶奶骂。哎！哎，金帆不是诚心的，他只是怕来雪伤害到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脾气这么硬，能不能改改啊？我瞧不起强，就是这么任性。姑娘，姑娘，你穿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你干嘛管我呀？你小时候让我淹死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要救我呀？就会帮我哥欺负我，帮全世界打压我。早知道我就流落他乡，不回来了。别闹了好吗？我带你去购物，买东西给你，好吗？我要这个。 快点儿啊！行了，上车，上车，我换给你好吗？就在这儿。在这儿，在这儿怎么换？我在欧洲天体海滩都去过了，我还怕这个？你到天体干嘛去了？啊？玩，快！去那儿，去那儿换吧。这个我也要。我就别天体了，好吗？啊。 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看都没看。看，挺好。你哥电话？不许接，急死他！你拿我电话干嘛呀？啊？哎，你还给我！不给。你别耽误事儿行吗？就不给。给我。哟，明娇，你可回来了，老太太很挂念你呀。 我知道他挂念我，所以我才马上回来了吗？奶奶呢？还在休息呢。哦，先别叫醒她，明天回来就好了。你忙你的吧。哎。能把这衬衫换下来给我吗？我得走了。不行，从今往后就是我的了。5点多了，你还去哪儿啊？ 你哥因为你今天这事儿就没去公司，所以公司里有好多文件等我处理呢。得，我又多了一条罪名。你回去呢，跟那个叫乔金帆的，刚刚打了我一巴掌的人说，我回大宅了，他就别回来了，待在他那行宫。行，原话是吧？过程我不管，反正结果就是我哥向我道歉，向我认错 ，understand？ 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？ 从小到大，你没吃过什么亏，也没有为什么事儿操过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哥永远都站在你的前面替你挡着。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这样，可他不是生来就这么强大的，你明白吗？他跟你是一样的，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爱。那他也不该忘了静媛啊。再说那个夏婉晴根本配不上我哥。 你跟人夏婉晴说过话吗？你就这么评判人家？再说都8年了，静媛都结婚了，你让你哥怎么样啊？你跟你哥一样，就是不接受事实。
谁愿意接受？你快回去休息休息吧，啊，然后回头看看我给你拿那些杂志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。哎，壮，如果我跟我哥，你只能帮一个，一个啊？你帮谁？你先把手机还给我。看你呢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电话、短信，还你。再见。喂，进来。明娇，晚餐吃完了没有啊？老太太找你呢。燕归，你就跟奶奶说，我哭累了，睡了 ，please。什么？求你了，要骂，留到明天再骂吧。你这番话呀，你奶奶早就猜到了，只是来让我证实一下。哎呦，看看这些脏衣服，燕归，这个先别洗，我还要穿呢。好人，坏人，坏人，好人。喂，终于有信号了，怎么样？潜水有没有把你的郁闷心情冲刷掉？壮壮，还是你了解我。下辈子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都一定会娶你的。不必了，下辈子如果有你们兄妹俩，我就不当人了。我知道你是爱我们的，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呢？对了，明娇呢？明娇跟你一个脾气，只听自己爱听的，只做自己想做的，大哭一场没事儿，我给她送回家了。为你没有把她住在来雪家的事情跟奶奶说吧。奶奶晚饭后倒是打电话来逼供了，不过我觉得应该等你爸爸出差回来以后才开庭吧。好了，赶紧洗洗睡吧，别等我了啊！睡什么睡？我现在还在公司替你回邮件呢。啊，那个徐夫人的儿子徐森啊，想约你谈个合作，我觉得可以建立这个关系。还有就是上次那个美国环保建筑学会，有回复，希望你能到新加坡去参观他们的新设备。我跟他们说月初再给他们答复。行了，你做事我放心。少来这套。明天早晨例会我不能替你出席啊，你必须按时到。我8点钟到你家逮捕你。好嘞。哎，小帆帆，你在干嘛呀？是不是在想你的老虎妞啊？想个屁呀！我忙着呢。那你就和你的屁忙吧，拜。谢总，哟，老谢，怎么？我听保安说你7点钟才回公司啊？我这儿帮金帆回一些邮件嘛。你怎么不回去？回去什么呀？乔总出差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代办。哎呀，我们父子俩啊，真是为乔氏做牛做马呀。哎，我说，金帆最近有什么动静吗？没什么动静，就是一些普通的商务文件。怎么了？乔总让你问的？他哪有心思？来凤姨母女俩回国的事儿，就够他烦一阵子了。哎，我说，我可提醒你多少次了，乔家父子的一切，我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，知道吗？就光知道糊弄我，一点雄心壮志都没有，就这样。不是。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感恩感恩吗？是感恩呢，20多年了，什么恩情我连本带息已经还清了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在乔氏光忠心耿耿是不行的。你看看韦瞻、萧征，那肥缺都比我强啊。哼，我这有什么？一点油水都没有。
挣那么多不也都输光了吗？哼，小创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明娇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哎，行，你听我说，你要真成了乔家的女婿，那老爸我可就如虎添翼、飞黄腾达了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你？明娇根本看不上我。不是，看不看得上你，那就看你有什么本事哄人家了。行了，爸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啊。那我回去，注意休息啊。好，要不要给你带点夜宵啊？不用，你回去慢点啊。好。妈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都收拾好了。我已经给那个谢兆后打电话了，一会儿呢，他就会把明娇的衣服送回乔家。哎呀，你干嘛给谢兆后打电话？我可以送回乔家啊，反正我也想要进乔家的门看一下，我才不怕他们呢。哎呀，你不怕我怕呀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再招惹金帆两兄妹了，这样你爸爸会为难的。妈，你就是什么都怕，所以我们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哎呀，好啦，来，你呀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的地方想。明娇跟金帆哥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他挺喜欢我们的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我们就从那里下手。总之，奶奶的80大寿，我们是一定要去的。不成，一切都要等你爸爸回来再商量。你爸爸跟林天刚从上海下飞机回来，这会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哎，妈，那你跟爸说过明娇住我们家吗？男人在外谈生意，跟他说家里事干嘛？这会让他分心的。回来以后再说啊。哎，你爸回来了，快去开门。啊。这是来凤仪的家吗？乔老太太，来小姐，20年不见了，还那么漂亮，能让我进去坐会儿吗？欢迎，欢迎，请。来雪，快叫人啊！奶奶，不敢当，你跟你妈妈一样，叫我乔老太太就成了。去端茶吧，来雪，去吧。你这个房子住2个人还挺好的。是啊。我那房子倒挺大的，可惜留不住我的儿子。乔老太，请喝茶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爸的确说过，在这儿温暖，跟我们在一起比较幸福。来雪，你先回房间去吧。我不回。去。你这孩子个性挺强啊，可惜是个女的。这些年来，季云背着乔家，让赵后给你送了多少钱？你接受的、没接受的，我全知道。季云每次出差悄悄来看你，我也有记录。你一个人，女人嘛，带着孩子，当翻译，当秘书，给人家当家教，我都知道。包括你买这房子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，写的谁的名字，房产证的副本我都有。这不是季云告诉我的哟，钱能通神。因为现在乔家的财政大权还是在我老太太手里。今天
我不是为纪云的事儿到你这儿来的，我是想说，你们母女两个在美国跟明娇接近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你们想对明娇和金帆下手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怪我老太太不客气。乔老太太，您别生气，您可能误会了。来许在美国认识明娇，真的是巧合呀。天下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吗？你觉得我们是特意，我们就是特意的。反正你老人家就是一辈子看我们母女俩不顺眼。来许，让他说，让他说。他跟我说，总比跟记者说好吧？我说错了吗？双联地合同，还有莫凌天这人才，都是我带进乔氏集团的。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令乔氏翻身，不也连乔家大门都不让进吗？你这姑娘的嘴还挺刁的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来凤仪，来小姐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多少钱？乔老太太，我真没想到，20年前您面对我的这句话，20年之后再见我，您还是这句话。那好，那我也同样回您一句话，我不是为了要钱，我来凤仪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有尊严的。我为你们乔家付出了20多年，我只希望你给我和来雪一个公平。公平？什么是公平？你破坏人家的家庭，抢人家老公，令一个完整的家庭妻离子散，你还有资格说公平？我是认识纪云在先的。一个秘书爱上了老板，你认为这是很光彩的事儿吗？一看你这就是攀大户嘛。我媳妇儿燕萍这20几年，人疯了，家没了，她的公平在哪里？我乔一若芬只要是活着，我就只认这个明媒正娶的媳妇。乔老太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妈为了你的80大寿，一早就去精挑细选给你的礼物。精挑细选，也不一定能入我的眼。我知道，我怎么做都入不了您老人家的眼，所以当年你生生的拆散我和纪云，我的名分我可以放弃，我可以不要。可来雪，她是乔纪云的女儿，也是你们乔家的骨肉，你怎么就那么狠心？你就不能承认吗？若是承认你女儿，不就等于承认了你吗？我容不得2个女人同时在我们乔家出现。若是纪云还知道孝顺的话，她一定能够知道，她母亲的心里到底是愿意见哪个媳妇儿。我回来了。妈，我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了，我不会在这儿影响人家天伦之乐的。喂，妈。乔董，我掌控了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我给你个主动权。我80大寿的时候，你准备带哪个老婆来给我贺寿？你自己决定吧。妈，妈怎么会来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爸，奶奶发现我们在美国早就认识明娇，她一直以为我们有什么阴谋，还特地跑来这里教训妈妈。妈怎么会这样？无理取闹。好了，不用怕。等妈80大寿的时候，我们一家3口一起去吧。到时候，如果妈赶你走的话，我陪你一起走，好吗？美女，喝点什么呀？ Tequila Sunrise。
好 ，Tequila Sunrise 一杯。OK。听说你们这儿酒吧是夏正朗的儿子夏晚阳开的，他有个妹妹叫夏晚晴。看来你对八卦杂志还真挺有研究的。只可惜我们老板天天面对相亲，全城的名媛都喜欢上他了，排队都被他拒绝了。不可能，全城名媛追求的应该是乔金帆，怎么可能是你们老板？再说了，你们老板的妹妹夏晚晴不是也跟乔金帆订婚了吗？可见乔家的素质有多高啊！你是杂志记者吗？你猜呢？告诉我，夏晚晴为人怎么样？婉晴对我很好啊。哎，你是哪家周刊的？我不是周刊的。其实啊，乔金帆以前是喜欢我的。就是那个夏晚晴出现之后，他就变心了。你说以我这条件，能甘心吗？所以我要搜集夏晚晴的情报，好让乔金帆死心呢。啊，明白。嘿，杨，嘿，好久不见。女朋友啊，不是我妈介绍的朋友啊。这风吹日晒的，多伤皮肤啊。杨，洗手间在哪儿？我要去补补妆。就在里面。我去那边了，忙吧。老板，哎，你不是喜欢高个儿的吗？啊，介绍给你怎么样？婉晴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我让她带2个同事过来捣乱捣乱，我这个相亲真的……但婉晴的情敌来了啊！那个大美妞就是。嗨，嗨，老板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她喜欢的类型跟你很贴近啊。哦，那就要认识认识了，好知道乔金帆有什么污点，让我妹妹死心。嗨，嗨，你就是夏晚晴的哥哥夏晚阳。说的没错，你可以叫我杨，你叫……叫我 baby 就好了。baby。我听说你跟乔金帆是认识的，你们2个人的关系亲密吗？啊？那是非同一般的亲密啊。不过自从你妹妹出现之后，他就喜新厌旧了。这谁呀？刚认识的，他叫 baby。你要点什么吗 ？Tequila。小姐，怎么称呼 ？Stephanie。Nice to meet you。啊，晚阳，我好饿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让我来决定吧。晚阳，我不太喜欢跟陌生人一块吃饭。我就最不介意跟陌生人一块吃饭了。我也不介意。啊，晚阳，我觉得你身材好好，可以让我捏捏你的肌肉吗？随便。哇，有健身吧？还好，经常练。夏晚阳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我很想来这儿跟你相亲吗？要不是我爸逼我，我干嘛穿成那样啊？在沙滩上看着你这个白痴冲浪。夏正朗的儿子了不起吗？你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爸就是一暴发户，是当地盘工起家的，哼，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。谁让你这样说我哥的？你也不可以这样说我爸。跟你们家没法比，你干嘛还在这待着？抱歉啊，今天堵车迟到了。没事，还好刚才有位美女叫 baby 的，是她给我解的围。她说她是乔金帆的前女友啊。刚刚不是乔金帆的妹妹吗？不会吧？那她干嘛要跑到这里来打听你的事情啊？我去问问她。明江，明江，你为什么调查我的事情啊？我看了这几个月的八卦杂志，又想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做点民意调查喽。我知道你很在意你哥的感受。我是在意啊。他在意我吗？他当然在意你了。你是他妹妹。我刚刚停车的时候看到
你是开着他的车来的吧？你开过我哥的车吗？我哪有这种特权呀？但今天看来我要破例了，看你刚刚喝酒了吧？好啦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干嘛？想讨好我？我只负责安全送你回家，走吧。艳遇，艳遇再艳遇。啊，我不是说你啊。没关系，你也不要自作多情。我不是来相亲的，我是来相鱼的。那我就安心了。我也安心了。我说，像你这种高素质的女人，我高攀不起呀。其实你知道我这个性格也不是很喜欢找一个就是性格太柔顺的男人。我的座右铭就是：女人可以不嫁，但是不可以下嫁。真是金玉良言呐！哎，看来我们还是开怀的吃啊喝吧。我可以喝酒吗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随便啊。我可以用手吃火鸡吗？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也可以随便啊。太好了。你去把奶奶最喜欢的花盆拿过来，小心别打了。哎，你们俩把这些杯子、碗什么的，筷子拿过去洗一洗。我回来了，轻点啊！哎，喂，你把我车开去哪里了？啊，开哪儿去了？你猜啊？你醉驾呀！你完蛋了！没有，报警吧。刚有人送我回来的。谁呀？秘密。燕归姐，哎，奶奶呢？还奶奶呢？就因为你住来雪家，闹得还挺不愉快的，还给你爸爸碰个正着。这回来以后啊，就气得回他房间去了。哎呀，不孝子孙呐！燕归姐，明天的宴会准备几个人的菜啊？老太太就想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。别墅那边的太太和创少父子，还有集团的几个高层加财务，一共11个人。叫厨房再多加1位，还有1位贵客，那就12位。好。喂，手机。干嘛？我帮你发一条能让奶奶开心起来的短信哦。明天我请一个贵客来，你们都会爱死我。谁呀？今天送我回来的人是夏婉晴，我正在研究她，把她客观解码。你们以后都不许再生我气了。婉晴，婉晴，我是奶奶，我拿静帆的手机给你发信息，明天晚上你可以来我家吃饭吗？明天杂志社很忙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想见你。你放心，金帆、季明娇都不在家，明天就剩我一个老人家，你就陪我来吃饭吧。好，我尽力安排。那奶奶现在有笑容了，这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假传圣旨。不过你这个未婚妻哦，字字精简，一点废话都没有，不浪漫。喂，他是怎么想你的？你可以睡觉了，没你的事了。我开始跟乔家的关系又近了一步。他可能是一个怕被别人拒绝的人吧，所以我一直没有问他，那天来没来我公司的咖啡厅找我。谁知道他会怎么说呢？来雪，快点儿。喂，下班了，乔董。凤仪，要再给你们多点时间装扮吗？
都准备好了。来雪在选手带了，那天的2份礼物我都带去，一件是我送的，一件是来雪送的。放心，今天是我妈大寿，她说给我面子，车到门口给你电话。这鸿门宴我们一定去。好，那你们等我。拜拜。乔董，这是我们给乔老太太准备的80大寿的礼物，我们整理出来了，一会儿让司机给乔老太太送过去。你们费心了啊！不是说过吗？老太太想低调处理的。这是一些老员工的心意啊。董事长，一会儿您和乔总一起走吗？金帆，她还在公司啊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该打电话了。延平啊，季云，怎么样？吃药了吗？衣服换好了没有啊？可以呀，今天妈妈80大寿，一会儿我下班去接你啊。2个孩子都很想你的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只要你每天开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好，乔董，到外面。乔董，去别墅接艳萍，还要去来凤仪家的2辆车都准备好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去接凤仪吧，我答应过她的。乔董，刚才老太太可是来电话反复叮嘱我，要准时到别墅接艳萍的，你看怎么办？如果你坚持要凤仪去的话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呢去接凤仪，路上我就说车坏了，把时间耽误一下，等老太太寿宴结束了，客人都走了，我再把凤仪送过去，跟老太太一起吃宵夜，行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太对不起凤仪了。乔董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今天是老太太大喜的日子，你也知道，老太太是乔氏掌权人，你犯不着因为一顿饭就把她给得罪了。再说了，如果凤仪去的话，我真担心这个金帆会有什么反应。你刚才可都听到那话了。好了好了。哥，你说如果奶奶看到我这样。
漂亮。老太太，乔氏高层给您80大寿的贺礼送来了。你看我说了，不要送，不要送，就是听不进去。拿那边去吧。哎呦，老太太，夏小姐来了，快请进来。哎，婉晴啊，来，奶奶，婉晴，来，快坐下。奶奶，我来了才知道今天是您生日，你看我这什么也没带。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麻烦。你来了，我高兴，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了。哎，你们玩吧啊！我要陪那几位老家伙了。创啊，你给我们拍张照片吧。好。奶奶，我也去。好。哎呀，嫂子，哎呀，祝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啊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祝您福如东海啊！哎，听说有人昨天去了酒吧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聊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呀。明娇她很在意你。那当然。哦，我一直忘了问，这钢琴是明娇的吗？我的。我在小时候学过2下。真的啊？乔董呢？上哪边了？带谁来给我过寿啊？那个乔董说自己开车去了，他好像没去来凤仪家，他去别墅了。啊？啊，请。啊。哦，乔董您好。你是新来的？啊，来了5、6年了。乔董，请进。哦。哟，乔董，你好啊，李医生。啊，谢总刚才打过来电话，说让太太换好衣服。老太太过80大寿，说要请她吃饭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乔董，你还亲自过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谈不上稳定，但是恢复得很好。我到这里见他，没什么问题吧？会不会有影响？很难说。这段时间来看他的一直都是金帆，但是我相信，你在他心目之中的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他在哪里？在上面吗？哦，在这里。妈，把手机关机。也许公司突然间有事，这样我给谢兆后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哎呀，嫂子80大寿确实要好好过过呀。是啊，让你们费心了。哎，哪里，这也是我们应该的嘛。是啊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哎，看到老太太身体好，我们打心眼里高兴。是啊，是啊，谢谢。他们几个说的对呀。怎么样？没人接。也许他们真的有事在开会。
燕平，燕平，是我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纪云啊，妈80岁生日，我来接你回家的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